来看这个伫咧南投的鸟喙潭人工湖呢，伊是逐工拢会当提供25万吨的饮用水，予南投甲中华的居民。也毋过最近煞传出有业者呢是要伫咧水头来设一个掩埋场，环保团体是真反对，因讲安尼恐惊会去影响到民生用水。守护鸟嘴潭，反对掩埋场，反对掩埋场。环保团体和立委召开记者会，因不满南投县政府无愿意伫咧鸟喙潭人工湖设水源保护区，意思讲有业者要伫咧埔里水头的水源地申请掩埋场。我们认为就是划保护区可以让养猪、畜牧污染性工厂可以去限制或者是去规范。当初政府设鸟喙潭人工湖，拢总开219亿，供应北中华和南投草屯达力25万吨的饮用水。环团烦恼讲，若是水头设掩埋场，毋但会冲击到埔里的矿泉水、口北笋，也会连带影响到中华的居民。喝不好的自来水50几年，现在听说要喝鸟嘴潭人工湖滴妹水，其实我们很高兴、很支持，但是现在又说源头它根本就没有划自来水的水质水量保护区，那这样我们还不是回到以前？那南投县政府是回应，因无同意设置水源保护区，认为讲若是设落去，恐惊会冲击到南投一半以上的产业发展，这是因无愿意看到的。我们还是反对划设鸟嘴潭上游的一个水源保护区。南投县为了要供应给彰化地区的一个水源，来损害了我们南投县的产业发展和在地乡亲的权益。是毋是有同意业者设置掩埋场？南投县政府是表示，也是爱等待宽评的结果，因才会来照法办理。记者陈阿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